加原先是龙崎国小土崎分校，因为这边的人口流失，那以至于这边学生就没有学生在这边就读。那当地居民经过里民会议，那决定把这边改为土崎集会所，供土崎这边的民众或是附近社区的民众在这边可以当个集会、开会，还有活动的场所。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龙崎区土崎里民活动中心前身为龙崎国小土崎分校以拨的老旧校舍，建筑物使用年代已久且基地不稳，因此龙崎区公所申请中央前瞻计划经费办理改善工程。崭新的里民活动中心近期落成，采用钢骨结构，并在屋顶全面设置太阳光电板。除了提供当地民众更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外，也落实城市绿能减碳的政策。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非常高兴，你看可以来到我们龙崎土崎里看到这个新的活动中心的揭牌落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环保概念，而且造型很漂亮的一个活动中心。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安全，因为旧的活动中心结构出现一些问题那为了里面的活动的时候的安全，我们就打掉重练，盖一个新的活动中心。那也谢谢我们各位议员，那在中央垫付款的方面全力支持，让我们工程没有延宕，直接顺利的完成。但是因为在山区，所以它的那个结构上面要再加强。那所以说我们总共前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我们也希望说许多的建设不因为偏乡，不因为山区而有所偏废，尤其该给民众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都一定要尽力努力来达成。谢谢中央的补助，谢谢议会的支持，谢谢各位里民的监督，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又很漂亮的里民活动中心可以在这边活动。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率全国之先，将公共托育场所纳入室内空气品质管理，设置二氧化碳 PM2.5 连续监测设备。环保局21日特别伫安南区慈云公托家园举行台南好空气孩童有活力记者会。市长委托以及环保署代表等人，拢来到现场看卖设备的运行状况。在确认一切拢无问题了后，就为慈云公托家园搭上室内空气品质优良级的自主管理标章。感谢环保署能够专款来协助台南市。事实上，在台南市这个公托家园里面，有许许多多在陆陆续续建制中。我们一方面建制新的公托家园，一方面又赶快让公托家园的整个环境品质能够更完善。那在环保署的整个全国的这个评比里面，全国的公托家园总共有10个获得了优良管理标章，那台南市就占了5个。那这是对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肯定。我们会持续在这个基础上再更加努力，来务必让我们台南市每一个公托家园都能获得这个公平管理的这个标章。一般民众拢会重视户外空气品质好歹，但往往忽略了室内空品，尤其婴幼儿对着歹空气更加敏感。所以，台南市政府创全国之先，跨局处合作，先伫咱市8间公托家园的室内装设空品监测设备。正常的大人、成人呢，可能室内空气品质稍微差一点，那可能对他的健康影响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强烈。但是对于婴幼儿呢，室内空气品质的不好，对他的健康造成的危害呢，就会很明显的比一般人成人还要来的严重。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结合了社会局，针对呢
幼儿园、托儿所的部分呢，能够呢针对它的室内空气品质做一个连续的监测，确保室内的空气品质呢能够是属于优良的状态，让在室内活动的这些婴幼儿呢能够呼吸到比较空气品质良好的空气。目前伫咱市的安南慈云、关庙襄阳、关田龙田、柳营柳中、麻豆大山、新市三里、东区仁和以及安平这8间公托，经过巡检拢符合优良级，市府将予以办理标章认证，让大人囡仔拢安心。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盐水伫古早清朝的时期，一直到民国60年代，市民的经济相当的热烈，因为地理的位置拄好是伫火城要往鹿港经商路途中上大的休卡所在，嘛因此出现了有真侪伫咧营养的娱乐文化。今仔日就带大家做伙来到盐水的武庙，做伙见证过去的维港大菜。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盐水武庙餐厅，来重现过去的粤港大菜。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美食之都，但是美食之都绝对不只有府城，在原来台南县的地方，我们知道1府2路3艋舺，还有4月经，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最繁荣、最繁华的，也就是我们的盐水。所以说盐水有很多这个菜色，当然有所谓的酒家菜。那过去的酒家菜，现在经过改良之后，成为粤港大菜。所以那欢迎大家来台南来盐水的时候，不仅可以看风炮、看月经港灯节，还有看月之美术馆，还可以吃大菜，吃到我们粤港大菜。市长惠特嘛特别到活动的现场来感谢武庙佮有在地人的努力，由过去特殊的地方文化所传下来美味佳肴，希望当结合在地民俗文化，做伙进一步来推动地方的观光。阮这届武庙推出这个粤港大菜，主要是要打我们那时候繁华时期的盐水有一些地方的一个特色料理，尤其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些特色料理就很容易带给大家在美食上面的飨宴。所以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菜大概有鱿鱼雷肉蒜、鸡仔猪肚皮、甜米糕、搁有炸白骨酥，这东西大概就是那时候的比较传统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砂锅鱼头，还有清蒸鲈鱼。那当然，未来武庙还是会继续在这些以前的酒家大菜、地方的特色秋楼彩家，还会继续再做一些讨论、跟研究、跟检讨。因为今天推出的菜色是我们有先经过2次的试吃检讨，先推出来给大家先做一个飨宴。未来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好的食谱要提供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来尝试，来请大厨来帮我们做做看。盐水区的区长陈文琪嘛特别感谢武庙的支持和协助，经过2摆实验和检讨，努力把古早盐水的特色美食重新佮展现伫咱的面头前，希望当透过美食结合盐水的定节风炮来吸引到经济人来到盐水观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2021年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不过但市的公务建设并无停顿，包括中央补助总共执行大约800亿建设，其中北外环顶道路桥梁有641亿外。重大建设包括炮校重建、大台南会展中心、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等等，嘛各达171亿外。所争取的建设预算比去年拢有大幅度的增加，嘛交出42座奖项的成绩单。商务干部局长嘛已向市民报告，并且延续重大建设来展望未来。这个北外环大概将近200亿。那这个目前我们已经第3期，明年3月就会完工。那另外大概就是它南科附近的这个交通，像树福大道这个大概明年都会开工。这个曾文溪大桥大概66亿，目前正在设计那这个北外环和中山路一个中山高速公路的这个系统交流道，目前高速公路局它目前正在设计。特色游戏场，目前大概正在进行的有20间。那明年的话呢，我们市长在加码，
大概会加7件。会展中心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棒球村，我们明年会先完成这个承棒的这个副球场，副球场也是可以打球的。那后年我们会把整个棒球村的全部完成。干部局表示，明年将投入30亿，伫扩大生活圈道路用户费用嘛将加码1亿，并且延续今年14座大约9.6亿的特色公园以外，别个增加7座，继续打造优质、幸福、好徛起的社区。攻击赞不赞？看向左前方。攻击赞不赞？赞。台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伫咧12月16號伫永華市政中心召開規年度的成果發表記者會。2021年雖然拄到疫情嚴重的影響，不過伫咧市長會鐵的支持下，教育局面對各種的挑戰，繼續伫各領域打好基礎，替未來努力來做準備。年到今年沒有懈怠，但是只有秉持市長所謂的超前部署，所以我們許多的作為基本上都是前瞻的，包括物資，包括午餐隔板，包括疫苗的一個施打，跟大家也報告到，我們現在目前呢疫苗的施打，教師的部分呢已經達到97.32%，那學生的部分呢有98.25%，那麼接下來還有第2劑的部分，甚至未來第3劑，我們持續呢都會來配合中央的政策來執行。活動中用星際風格，並由教育局長鄭新輝為指揮官，並透過線頂連線的方式表達出市府對於教育每一項領域攏非常的重視，並在現場嘛有國小的弦樂隊為大家帶來精彩的音樂表演。所謂教育的所謂資源投入，讓學生的學習能夠更好，那未來會持續的來擴充。那我們對於老師的部分的照顧，或許大家還有一些期待，但是我們發現，我們其實在財政可以的範圍之下，已經逐步的在增加，包括老師跟行政未休假的獎金，那考核獎金我們已經提前到2個月，那校長的公關費我們也做提升，最重要是老師的身心靈的照顧，包括我們老師的心理諮商，包括老師的健康檢查，以及呢流感疫苗施打。在明年，我們會全部在40歲以上呢先行到位。最後，教育局長透過用簡報的方式來向大家展示規年度的成果。雖然今年疫情影響比舊年更加嚴重，但是台南市對幼兒到中輩的老齡教育，甚至是老師的福利，攏安排了非常的完善。同時，嘛表示在咧新的一年，嘛繼續堅持市長對教育的重視，打造優質的教育環境，全新的台南新風貌。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为避免类似东京奥运期间相关国际赛事遭非法机上盒犯罪集团窃取讯号赚取不法费用，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保二警察总队、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成立竞评专案 2.0 行动，针对国内窃讯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并成功逮捕11人到案，全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由本局电信侦查大队跟保二刑大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成立一个竞评专案 2.0。这个最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国内的窃讯机房及经销商来做一个强力打击。那我们在8月份、9月份及11月份三波发动我们扫荡全台总共有26处的包括经销商及窃讯机房，那分别在新北、桃园及彰化等处都有斩获，那总共成功逮捕了11名嫌犯到案。这个遭侵权的影视内容有国内有民视、东森及 TBS 等
各家电视台，日本方面有 TBS 等影视电视台。那这个有委托我们中华民国卫星广播电视商会同业工会及日本的海外促进机构向本局来提告。那我们报请新北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那这个专案小组，我们也接受到我们国内 NCC 来指导及各家电信业者的合作。在相关的处所也找到了架设窃信机网主机的所在。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光华商场及所谓的网络平台，有看到几个经销商处所。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一并查明以后，再透过搜索来打击这些窃信机网及经销商。根据警方指出，涉案黄姓主嫌成立公司，负责向 NCC 申请 WiFi 等射频审验执照，藉由取得硬体射频执照，来谎称贩售的机上盒为合法，并透过经销商协助下载特定 App 来进行收视盗版影音，又以员工及友人名义申请各大 OTT 平台影视账号，透过破解技术将讯号转出到非法机上盒。从108年6月起，迄今已经贩售超过上万台，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近10亿元。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成立一个虚设的机上盒的总公司，它利用各大网络的卖场去批货卖那些所谓的非法机上盒。非法机上盒经由民众透过网络的传输，可以看到一些国内的各大好几百个频道，包含国内的各大电视台，还有一些戏剧。那经由我们电灯大队用网络封包追查，发现其实这家公司他自己找了2个人头去窃取国内的一些运动频道，尤其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运动频道，或者是一些电信业者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可以看的影视内容。包括我们发现最近很热门的那些电视剧都一并被盗用。那透过窃讯的方法来传送到中继机房，再传到机上。那因为我们用这样的路去找，发现其实这2条路都来自于这个主嫌所成立的假公司。那一举成情。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来讲，坊间所贩卖的非法机上盒，基本上它的使用跟盗用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呼吁民众不要去购买，以免未来这个讯号被窃取、被切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那个收视变得很正常，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专案小组这次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导，并与各电信业者合作进行扫荡。警方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电信业者与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强力打击不法行为，并呼吁消费者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机上盒。除了可能资助犯罪集团之外，也可能日后遭执法单位断讯而得不偿失。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真侪社会福利团体面临艰困的挑战。台南市如意狮子会甲春暉狮子会共同发起狮子老公公圣诞送礼到美善的活动。21号上午，伫个美善基金会光明早疗中心来举行。基金会舞蹈员神父表示，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和服务的对象伫个圣诞来临进前，嘛用个得到想要爱的圣诞礼物。我们这里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单位，就是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当然圣诞节我们不要只有热闹的活动，我们还是要庆祝耶稣的诞生，因为他给我们他的爱，就帮助我们关心每一个人，不管是相爱的朋友，或是发展出汗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这里看到我们的小朋友表演，看我们的工作坊的朋友也表演。不过很重要也是，我们以后还有个机会一起感谢上天给我们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那个狮子会，有台南市的各地方的狮子会来支持我们，给我们的朋友送礼物，有把他们表示他们的关心和爱。主办单位邀请这些友会甲社会善心企业共同响应，包括社会局长陈英基、
议员陈怡丁嘛拢亲自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基本上，你看所谓社会福利里面，我都看得到的，包括了这边，还有德兰、芦苇，这个天主教系统的部分的神父的部分，一直帮我们在做这一块，弱势小朋友的部分，尤其早疗的部分，基本上早疗的部分它有黄金时段，刚才有讲时段班的，还有一个常态班的，所以说在整个在协助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感谢他们今天来提供这个服务，让我们整个社会福利这一块没有缺失掉。谢谢我们美善基金会的爱心跟善心来照顾我们的孩子那也谢谢我们的师友。那今天特别呢来到我们美善基金会关心我们所有弱势的孩子那也希望说这样子爱可以绵绵不绝的一直传递下去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可以加入这样子有爱心善心的行列。送礼物给小朋友，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喜欢收到礼物嘛，尤其是圣诞礼物。刚刚局长有说嘛，那我想对这些小朋友是更能够感觉到温暖嘛。那待会也请各位理会的师友，大家一起来，上台来送个礼物给小朋友。伊个公民早疗班甲时段班幼童的圣诞表演，吴神父表示，其实这群心智障碍的幼童，拢要经过职能治疗师长时间的训练。看到每一位小朋友、甲老师、家长的互动，虽然动作有一寡是未受控制，不过这拢是一点一滴的累积。你表演过后，赛主会嘛一一赠送圣诞的礼物，给每一位小朋友。对小朋友看到圣诞礼物的表情，嘛看得出每一位内心的欢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看到啊，植物人就像这张照片一样，他们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讲话。20活动内，台南市中西区的嘉恩幼儿园，每到年底，拢会发起帮助创世经会爱心活动，号召家长甲小朋友共同参加。为了感谢这的善心帮助，长期担任创世义工的蔡敬顺，嘛破演着圣诞老公公，骑着自制雪橇车来到幼儿园发糖啊！感谢这群有爱心的小朋友。我们小朋友一起呢，接受圣诞老公公送的小礼物。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尾牙就没有办法如期办理。但是我们把爱送到个案家去，所以爱送礼这个活动呢，感谢台南在地的企业还有一些团体共同来支持我们。今年受到疫情扰乱，爱心募款拢受到影响。但是嘉恩幼儿园也是持续响应爱心活动，20活动来用行动送予弱势家庭祝福甲关怀。创世基金会长此也帮助这些植物人，让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我想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捐助他们我想今天我们也在此呼吁所有社会大众，那个人士能够一起来踊跃捐发票，或者是捐尿布，然后捐钱来帮助他们。除了长期收听的嘉恩幼儿园以外，真侪台南的企业，参像是宝康生医、新桥蛋糕，嘛捐赠商品，送予创世经会作为农历春节预备品。新桥呢，只是站在一个供应商、制造商的一个角色，那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把它带动起来，然后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这样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越做越好。弱势家庭难免无法度感受到年节气氛，透过嘉恩幼儿园小朋友的热情传达祝福，嘛结合在地企业做伙行善，让弱势家庭嘛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